昨天我们讲了可西波多瓦的自语教言，也就是说，他自己讲给自己的这个一个教言已经讲完了，然后之后在这个引导完之后，有一个第八是伽玛巴密接多杰的他自己所著作的几个结文，好像有5页。이진호 마이크 대충으로 땅 소소.然后以下是这个祭文。
觉得这一个发展的情况下，有些确保的情况，确实这个给他这边上面原来确实要根据有目前的全面上，才不往这边的包括确认农村的两岸根据长大嘛的一来面，说话的大的企业里，先给这个人民我在还没把对的部分，其他方面应该拿来去。其他两个当然一定要把当时主要的原因话，彻底研发出的能力，先把海外的工作面，如果最重要的娱乐让新一个本身就觉得让新一个人娱乐性，如果这方面的经济人员方面设备这方面，其他方面能力体现，这一方面差距产业完，我们现在能源就这方面。就在上面这个前面的，两边有的是最终的人来包括了同业线的这方面的老人员和你同业有，双方在这边有不大，你这方面的公务员对于那种情况掌握到，他你就是你不明白是，现在你是干嘛去了？这个不理其实都没有。前些年嘛，两万年嘛，6月创的，2月创的是6月创的，开始创的是对社会的经济利益，这嘛2万年就造成3年之间就是民众的来年也是今年到年，这嘛7兆年的情况，它是这么的也越变的嘛，前年他们是中华人清楚也不解的问题，这嘛方面呢是这样，有么好，样子是吧？我3个月2万8你给2万就是。台湾省就对就说到了，不是几个万，你现在现在给你居民一起给我提的，这边跑了哪边给我前面是就我们一个浙江还没有过完的，我说是最近一些澳大的人民这种天然气特别原来和原本给不全的系统，也预算的，现在说来说，全面台湾这个根据的高了下去。搞了当然，所以原材料问题发生，接触到特殊产品，就原材料就先进去了，先说的话也有一方面下面呢，也不是说你是先进去，那么如果面呢，那就吃到了多了，人心上不明的，那就是用这上面在我马上市场因为是媒体讲，马上他们觉得媒体马这个。当地有目前的这个7月底呢，2月8号，宣布当地确实采纳那么多的用户嘛说了，现在开始控制去不去，消费者一定我们他这才能明定啊，给出在让的一目标，陆续的7对1的是来比那明年的2月的用户是吧，差不多5就超了，觉得2月扩大可能身体差别7的差不多，身体上面7的当然。哪里出来越少，老百姓哪里进来，然后越少的养猪，其实越少的，现在你如果要穿的话，人家方面不行，我这边有身体方面来的哪个都是要明白，我们怎么我先拿下去，先原来的人对我越少了，老难在吧？老难在吧？这个基本是一样的，不对的嘛，越来越来中外越来越多。那些都后来年轻从来叫我就是这样理解吧，两个这边那个去了的，那后面叫我说的，人也不怕说，现在觉得上不是中国的，你才怕说的老百姓，龙岗那个气味的。长春那边是呢，身边年头大部分是居民老，他们在那边家里，他们民族习惯大这样的。年纪最低去了年纪，我是在各方面人都是居民确的人嘛，这样能我们操作温书的，然后这个都最重要的印度的，然后他们在把居民才的居民确定不嘛，先给说完了，重新居民不嘛，先给说，重新工作加上在外学习上一些全体的就人民的经济拉出来，如果这个人民多。如果说是人民2万年，
대화 강하게 유주차 새로 땡기 주는 유주게 아주 체리 상황 하고 이제나 나라를 주고 다가 대세를 주민들과 세 다파 소남 세라는区域 让人现在原来前几代的语言嘛，是上到最后一件上，或者最关键的是哪些的，它上头的语言代表的都是描述他们的介绍，俺的简称对对语言介，我是语言，那是语言。多了天天谈到通介的，俺们这样么子，这样子的人对的，俺们对了，当然得过来，大的一步到底才上。现在开始网络上说了，现在这边马上出来。我对台湾边的原版开始那些高的因为给我开始譬如有些了测试上是有的高啊缺乏基础别人来到了平均一天更才得是俺们现在也将来就去外面了才把桥这样的你可以讲说的学学经验都是的早点上面起来找到对不对原因不行了，要按这个生产这个加在电网里的需求，将来在照顾它的这笔，让你所有这个金钱，可以这边拿回来，每些都是别的嘛，团队上面，给新年前给人说呢，咱们这个暂行条件，双上补助金的质量，经济阶段我们说，新的5年是抗击经济税交啊，是那么现在特别多的主要是让你社会进步通完了。现在手机局的入驻面上说，网中交往资本的方式上多是现在这期规划路，居民现在给我那边人，现在这个想法通完了，可以人民上去居民了，除了这个部分关键是现在里面有些国家的统计算法就没3万人。平常朝鲜上的厂家上升年代，这了看到或者是厂上面的2000年3万人了。其实最后通的是去过年通的是1月3，太阳年这边由于地方没基础建设了，新年以后大家信息，这样从现在的这帮人员工作的需求，这种方面先是人对了，到了这里终于明白了，那边有点地上把好的人，我们好像地上做，也就是其中好像这种空间外头了，这个。안에 아마 내가 앞으로 이제 남았던 아사 뭔지 가버리고 뒷값 주인이 뒷값 걔네 허망한 야와이 그걸 키스 안에 표현하냐 얘라고에 이 금방 주는 게 이건 윤나사를 그걸 중국어 중국어 때문에 세워 얘가요 소재라는 라마 소재라 메이션 就这个有这个初期区域文化数据，让这场的平均上线不如嘛，主要是。然后之后是燕离朱离心的这个引导文，首先就要获得这个护法身的开许。之前我本来想问一下仁波切、加萨仁波切，但是我没有问，我就直接要念诵这个引导文了。
就算是已经请求护法神开学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厌离处理的这个引导文。首先，也就是它有这个传承和它的口诀有两种。首先是米拉日巴，然后再接嘎娘，然后是接传到对宗谦巴。这是这个引导文的传承，也就是说从米拉日巴大师传下来的。然后接着米拉日巴大师传给热巴桑金甲，然后他传给杰嘎娘，然后他传给地宗谦巴，然后也就这样传给这个冈仓派的这个史义传承，地宗热巴谦波，然后传给伽马巴须，就这样一直传下来的。然后首先是这个口诀。往昔呢，也就是说，在地宗谦巴以前，都是在祈祷这个四比玛哈嘎拉，然后自从桑金热巴谦波以后，就是祈请这个黑袍护法，也就是黑袍玛哈嘎拉护法。然后有一个具德的上师和一个具体的弟子，以及非常精进的一个弟子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冈波巴大师怎么说呢？如果我有一个真实信心坚定不移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弟子，然后如果我就是说就像牵羊牵牛一样的把它牵着，然后传授给他教诀的话，他就会在5个月之中获得这个不退转的这个果位。然后在冈波巴大师的时期和现在这个时期，是因为是5足2世，因此可能就不可能像那样可以很容易成就。然后呢？如果说是一个真正的可以厌离舍弃今生的一个弟子，然后他如果能依止一个如真实佛陀，能够视自己的上师为真实佛陀一样的依教奉行的去精进的修持的话，就算再怎么差劲，他也会在3年之中获得不退转的这个果位。如果他没有获得这个果位，那他就证明他不是真实的这个噶举派的修持者。所以这个噶举派的这个传承祖师中的这个大修行者们主要修持的法，也就是这个厌离轮回，厌离轮回。第一是厌离轮回，第二是希求获得这个解脱之道的这个希求心。首先是这个前性。所谓的前性，这个希求心，也就是说，像这个，就是有一个渴望的这个希求心，然后就要具足这个虔诚和这个虔信和希求心这2个，也就是说这个前进心比这个希求心更为强烈。
然后比这个还更为精进的一种前进心。所谓的这个退转和不退转的这个果位，这里有一个备注，也就是说。然后在这个背之中所讲的，也就是说所谓的不退转的这个果位，这个所谓不退转的果位是什么呢？比方说，就是你在这个加行道的这个第4加行道的时候，说是它没有这个恶趣的这个流转恶趣的业因。这里所讲的这个不退转的这个果位，也就是说不再退转贪念此生的这种心态，这叫不退转的这个果位，并非是在讲这个不退转为这个善恶趣。现在我们不需要这个辛勤的苦修，仅是这个虔诚专一的去这个祈祷上师。我如果一个非常甚深的这个密法，比我们直遇佛陀还要更为难得。然后你只遇到这个密法，然后你就一定要去精进的修持。如果不能精进修持，你很难成就这个密法。因此，这个所谓的大手印的这个教法，它是在这个噶举传承祖师们的这个自己去修持，然后获得的觉受，然后也传授给弟子，就像是食物一样，就像一顿美餐一样，都做的准备的非常好。就像我们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母亲，她是家庭主妇，然后她会让去送自己的小孩，然后去工作，然后晚上她就会做好美味的饭，然后等待着这个儿子和家人。所以说呢，我们噶举传承祖师将这个大手印的这个智慧，就像是可以让你可以去修持，可以去升起的一个这个教法，我们不需要很精进、很努力、很勤奋的去修持，仅是祈祷的方式仅是以祈祷，我们就可以真实的获得这个教法。所谓的这个修持，也就是说，这噶举传承祖师他们已经辛苦的将这个让我们可以一下子就可以修了，但是这一定要，虽然是传承祖师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么殊胜的法教，但是最主要还是要自己去修持，因为这个噶举传承的这个祖师和教法，它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他们的这个具身的这个因缘是。我们传承祖师已经为我们传授了一个制造了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具身因缘，接下来就所要具足的因缘就是自己去精进的修持。然后之后，就月光童子，也就是说冈波巴大师，他在这传给这个阿舍里冈巴，然后就是康巴白头，也就是帝尊千巴，所谓的康巴白头，也就是康巴沃斯，然后格西康巴，也就是所谓的康巴多杰。也就是，然后就还有这个帕姆竹巴这些，然后
后为了你们的这个事情，然后我在无量劫之中修持，就像我之前所一切的苦行，并不是因为我自己而去修，而去苦修的，都是因为你们的化机，你们弟子而为你们而去修持的。因此，你们仅要祈祷，我就可以获得这门殊胜的教法。就像密拉日巴大师的道歌之中，就是说，如果他能够修持，然后。在未来，能够精进修持，能够闭关修持的这种上师的，如果出现这样的上师的话，那么我在今生所获得的这个觉受，然后今生今生的这个一切加持，都希望可以传给他们，他们都可以受到我的加持。然后古尊巴大师这样讲。我不管修持什么样的法，我都并非将这个放在一个了知的一个思维之上，因为我在修，首先就去修哪个法最难，我就在修哪个法。然后我就去修持最难的那种法，然后克服万难的我就在修持，然后不管遇到什么违缘，我都克服这样的困难，克服这些障碍，然后我就克服，经过千辛万苦，我就去真实的实践去修持，并非只是以一种希求心，一种发愿心，一种愿心去发愿，我是真实的去落实到自己的行为上，我去修持的。所以说呢，这些一切圆满的一切因缘和合，然后为了让他们可以获得菩提的果位，然后我都为他们承办了这些一切的圆满因缘，然后你们这些祈祷的人，你们都非常幸福，因为你们只需要祈请，然后我已经为你们承办了很多的事情，已经为你们承办得非常圆满了。总之呢，如果你能够依持一个无误的具德上师，然后你去修持他所传授的教法，然后依教奉行，并非仅是口头上，或者仅是词句上，或者仅是比喻上，而是要让它真实的融入到自己的自相续之中，而去精进的去修持。所以说呢，在观修的时候有两种，第一是，也对三界的这个轮回都是这个痛苦的本性要了知，这是痛苦的本性，然后尽力的去克制，尽力的去舍弃，去升起出离心。特别是在暂时的这些违缘和障碍，你都要特别的面对这些障碍和违缘，然后去让修持自己的相续和自心。然后接下来是第一个，也就是这个出离心。所谓的，也就是好像是在讲这个思维外气世间，所谓的思维外境。我们从无始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投身在何处呢？也就是在三界轮回之中流转轮回，在三界的这个监狱之中，我们有时候投身到三善道，有时候堕入三恶趣，然后总是在流转在轮回之中，从来没有从轮回之中获得没有脱离这个轮回。
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在这个这个世界，我们虽然获得了一个人生，但是虽然我们获得这个人生，我们的心态却像是豺狼虎豹一样的，非常的可怕。就像我昨天所讲的，我们这些人类的心态是非常的可怕的，因为我们平常都把这个食肉动物老虎、豺狼、虎、豹这些视为是非常可怕的动物，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去思维世界的一些事情和物的话，然后真正可怕的动物是我们人类自己。我们好好的去想的话，就是这样。像我们所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人类所产生的，都是我们人类所制造的。没有听说过动物制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这些不必要的战争。就比方说一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它只是想要吃饭，因为它最主要的饮食就是肉，因此它在肚子饿的时候，它就会去吃这个动物的肉，然后会去杀掉它。如果它吃饱了以后，它就不会做什么，它也不会去杀生，不管是其他动物走在它面前周围也好，它也不会去搭理。但是我们不管我们饿还是不饿，我们都会去杀生，我们都会去杀所有的动物还要去吃所有的动物，还要剥它们的皮，然后把它们的皮穿戴在身上，然后把它们的毛割下来，然后去利用它。反正不该做的什么我们人类都做了，所以我们才是真正可怕的动物。在现在五族恶世的时候，末法时代，在身心的痛苦是非常的猛烈的，因为很难有时间我们享受到快乐。比方说我们可能很难感知到，像一些这些发达国家，我们去一些发达国家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就会感知到去这些发达国家，我们才会感知到我们投身在了21世纪。所以说呢，不管我们投身在任何的地方，所以想到这些的话，我们嘴上也这样讲然后念诵这个七支供养，然后心中也去修持，这样去观想，然后闭眼，然后一心的去观持，以身口意去观修。然后这是外界世界对境的这个思维方式，然后是在内勤众生的这个思维，然后像我们藏族的话，它有这个长期的这个服药物和短期的药物服用阶段，然后长期的服用的药物就是这个贪心、嗔心和痴心，就像是在贪心、嗔心、痴心的这个长久的这个病痛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脱离这3个烦恼的话，然后我们就一定会生起疾病，一定就会产生疾病。但是我们还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还是无所谓的，就这样去生存，这样去生活。
在我们被这3种病所折磨、所痛苦，像在巴热地狱和巴冷地狱，他们都是因为这个烦恼上，然后我们人所造的恶业，然后获得的这个得到这个什么果呢？也就是得到堕入3恶趣的这个恶果。比方说我们所讲的这个因的3恶趣和果3恶趣。因的3恶趣就是这个贪嗔痴，然后果的3恶趣就是这个地狱恶鬼与畜生。然后因为我们有因的3恶趣，所以我们就会遭受果的3恶趣。比方说在地狱之中的这个烧得通红的铁水就会倒入自己的口中，或者是比方说这跟我们生气嗔恨的这个表象是非常相似的。比方说我们就像我们升起嗔恨心的时候，就像我们内心中我们身体就滋燃着火焰一样。那么在这个因为我们也有讲这个地狱也都是我们自心的一种所显。像大乘之中所讲的话，因为外界的这些地狱这些都是自心所显，然后嗔心的这个所显，它就是会成为地狱的这个境遇。因为轮回是这个痛苦的本性。轮回没有快乐，因为它是这个痛苦的本性，所以说呢，它不，因为像世间这个禅定的这个快乐，禅定的这个痛苦，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给像欲界的这个欲界的这些痛苦，然后首先要观想这个本性，所谓的这个本质，就是我们人各自的这个本性，思维各自本性的一种观修。它是怎么样呢？比方说，我们对这个五欲，也就是色身触味觉这个。比方说我们吃一个，就算是一口食物，一口茶，我们都会对他们升起，都会对这些升起贪念，然后也无法克制，也不可能断除这些贪心，这一点的贪心，相对自己的善知识和自己的老师、上师。就像是左耳进右耳出，他们的这些教言就像风一样从自己耳边吹过。像一些无意义的这些话语，就像贪嗔的这个话语，每天都日夜的这个缠绵，然后就是夜不眠然后就夜不眠的去这样去讲这些无意义的话，讲一些能勾起自己贪嗔的这些话语。然后比方说像以前有一个故事中，
也就是达兰萨拉的写的有这样一本故事书。这种故事书，也就是说，在这个社区的一种现象。像达赖喇嘛他在讲法的时候，在达兰萨拉讲法的时候，达兰萨拉的这些老头老太太，他们都会去听法。然后如果问他们今天达赖喇嘛讲了什么呢？他们就会说，哦，和平常一样，都是菩提心，然后缘起，然后这个空性跟平常所讲的都是一样的，就跟平常的一样，他们就这样讲，就把它放在一边，然后像这种恶行，并非一个月、一天、一年，而是一生都在照做这样罪恶的这个行为。所以说呢，像这种的不善的这个本性，如果不去改造它的话，如果不在今生去改造的话，未来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很难就再去改造它呢。所以我们该怎么样呢？然后就一直去念诵着这个结语，然后因为我们虽然我们希求快乐，但是我们不知道真实的快乐是什么。虽然我们想断除痛苦，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痛苦，然后我们却把痛苦执为是快乐，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去承办这个快乐的方法，却视它为仇敌一样的逃跑，却把这个痛苦的这个行为视为是一个利益自己的一个灵药一样的去招来，也就像是然后我们就要去想，嘴上去讲，在口头上念诵，要被痛苦所逼这样的这个戒语，然后心里也要像口里所讲的这样去并不是像这样的去念诵这个仪轨经文，而是要白天夜晚去思维，像脸色也变坏，然后心情也变得很差，心情也变得很不开心，一直要观想到这个程度。但是可能也有危险哦。如果不把一个医生放在自己的旁边的话，然后接下来所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很难改造的这个本性本质，我们很难改造的这个性格，以这種方式要怎么去观修呢？所以说呢，在我们一定因为我们有一个不善的这个性格，因此我们才会成为一个无所谓的一个人。然后就像我们进入佛门，但是我们不会去实践，不能实践佛法的这个精髓，但是而且虽然我们还发了很多誓，但是之后都会去破坏这些誓言。虽然我们最初没有遇到这个具德的上师，但是之后只遇了，但是又不能依教奉行，去修学上师的这个言行。对这个，对于就算是自己有这个舍弃今生的这种朋友，但是他们也不在自己的身边。但是如果我们
要怎样去修持呢？如果因为我们现在治愈了这个佛法，未来还能不能治愈这样的佛法，我们不知道。所以接下来就会念诵这个咒语，念诵这个经文。从嘴上要念诵，这个佛菩萨都未能救护。然后在大手印大圆满，就算你聆听了这些大手印大圆满，但是不能了知的这种无依无靠的这个众生，如果这个本性如果不去改造它的话，那就是非常的困难了，就一定要去改造它。然后在之后，我们就要如果再一直就这样继续造作恶业的话，那么我们只能下辈子就只能堕入恶趣了。然后呢，如果我们好好的去思维的话，这个轮回，都就像自行车的轮胎一样。所谓的这个轮回，有的人说轮回，是一个地方。有的人说这个出家以后，以为他就断除了这个轮回，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的断除轮回。所谓的轮回，也就是说，一直流转在这个恶业之中，它才叫这个轮回。因为我们每一秒每分钟，我们都在造作这个堕入恶趣的这种罪业，然后未来。如果我们不会死亡的话，那倒还好，但是我们终究会死亡。如果死去以后我们会投生在哪里，我们都无法确定。所以说呢，还不如从现在就开始去修持这个佛法，而断除对其他事与物的这个贪念，对不去造作那些没有意义的这些事，视他们为无有意义的事，而去思维这个轮回的痛苦，而去观修。然后呢，总之。我们去修持佛法，要思维也要有3种思维。第一个是不助于轮回和涅槃的这个出离心，然后然后获得这个佛陀的果位。获得正等觉的果位。第二个是，然后是轮回为痛苦，然后一定要这个祈求涅槃的果位。第三个，如果连这个都不能的话，然后就要思维三恶趣的痛苦，然后去修持佛法。但是有的时候又就觉得很不妥，然后对，因为这个畏惧而去进入佛门去修持。因为有的人讲，我虽然不想去修持，但是我如果想到这个，如果我堕入到恶趣的话，那么我就因为一个畏惧心，因为害怕他，就去修法。像现在很多外国人，他们就觉得，如果我不修法的话，我就会堕入恶趣，堕入地狱，堕入恶鬼道，所以就去这么吓唬他们，就像我们吓唬小孩子一样。有时候我们这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如果没有人帮忙睡的时就父母就会叫他们，父母就会吓唬他们，就说会有一个猫头鹰就会把你带走，所以你一定要睡觉。
所以我们这也会这样吓唬人。如果你不修法的话，就会堕入恶趣。我觉得这应该不会是这样吧。首先，我们无法真实的现见三恶趣的这个地方，像恶鬼道这里人类应该可以看到吧？像地狱我们无法看到。像昨天卓登巴所讲的，在此地下的18游巡的地方有地狱，有谁去地下去看过呢？像现真就会说这样的话，就会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如果像我觉得呢，在这个我觉得会分为因的三恶趣和果的三恶趣。如果能这样去思维的话更好。像因的三恶趣就是贪嗔痴三毒，将贪嗔痴三毒视为是一个过失，视为一个罪业，然后我们自己就能了知，对贪嗔痴并不是一个善法。比方说，我们如果升起嗔恨心的话，平常虽然他是个好人，但是如果他突然升起嗔恨心的话，然后他就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人。然后等自己这个心情平静下来的时候，自己回想起来，自己也会害怕，为什么自己当时会变成这样？脸色也变了，然后嘴里也出各种的恶语，心里也变得像火烧一样，自己也觉得自己非常的可怕。所以说呢，我们所讲的这个魔鬼，阎罗魔鬼，像自己就会成为像阎罗魔鬼一样的非常可怕的一个人。因此，所以我们平常一定要好好的去注意这是嗔恨心。然后像贪心的话，也就是也有这个该怎么去思维呢？比方说像吝啬的这个心，我们像恶鬼，他们因为吝啬心，所以他的肚子像恶鬼，他肚子像一个山一样，一个大山一样，但是嘴只有针眼那么大。然后那些吝啬的人，他们虽然需要很多，因为他们什么都要，所以说呢，他们肚子很大，肚量很大，但是他们不能给予别人任何东西，也不想给予所以说呢，他们的喉咙只有针眼那么大。我就觉得恶鬼就跟这些吝啬的人一模一样，我觉得非常像，在外在的这个和内心都非常的相像。因此呢，所谓的这个三恶趣，不管讲再多，虽然说我们讲三恶趣的过患，有时候就觉得不知道有没有利益的，总是有人说地狱有这样的痛苦，我们就会说是的，我们说恶鬼有这样的饥渴的痛苦，我们又说是的，然后畜生有这个愚昧的痛苦，我们又会说是的，然后就把它搁在一边。那这样又有什么利益呢？所以说呢，在这个所谓的畏惧三恶趣的痛苦，也就是最初将自己的这个贪嗔痴，要畏惧自己心中的这个贪嗔痴。如果你对他们这个贪嗔痴升起畏惧的话，你慢慢才会对地狱恶鬼旁生才会升起这个畏惧心。如果你对因升起了畏惧心，也自然而然你就会对果升起畏惧心。因此呢，如果你不去讲这个因，而老是去讲果的话，那我们很难在自己的自心之中产生一种觉悟，产生一种感味。所以说呢，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我们在经书之中也有这样的说法。比方说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们都在吃肉，特别是在新年的时候都会去吃羊头，羊的头，然后
就会吃这个绵羊头。然后当时我如果去吃绵羊头的话，我不会害怕，而且还会去吃绵羊的这个眼睛，因为绵羊的眼睛后面有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肥肉。所以，然后在去年我在一个新年的时候看到一个是新年的这个绵羊头，然后我看了以后，我自己都非常的害怕，因为小时候的时候我虽然很爱吃这个绵羊头，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现在真的是一个罗刹，真的，比方说，就像我当时的这个想法和现在的想法，我好像是换了一个又换了一个生命一样。因为当时我去在那里吃绵羊头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觉得自己像罗刹一样。如果吃这个绵羊头的话，就像罗刹一样。如果不好好的注意的话，可能我们真实就会变成罗刹魔鬼一样。比方说我们现在如果再去杀这个动物，因为动物不能讲话，也不能讲出他们的苦乐，然后我们就不去管他们的这个感受，因为我们虽然说他有苦乐的这个感觉，但是他们不能讲出话来，所以我们不去感受，我们不去管他的感受。但是我们杀害这个畜生，然后割掉他们的头，然后开膛破肚，然后把他们的血把他们的内脏这些拿出来，然后把他们的皮剥了。我们什么都在做，我们都觉得这理所当然的，也不会生气悲心，反而还是笑嘻嘻的去做这些，可以。然后如果你有一天你这样，我们人类这样去习惯的去杀害众生的话，之后有可能就会变成一种习惯，慢慢的变坏，我们就会去杀人，会去剥人皮，会去把人类的内脏，比方说像那些军人，最初他们去战争打仗的时候，他们会害怕，但是之后慢慢的习惯以后，他们就不会畏惧去开枪杀人了。像以前那些西藏。在1959年的时候，从西藏逃亡过来的时候，据说在那时候的这个西藏的兵，有这个一个上师，他在闭关的时候，这些他有一个兄弟，他就被这个军人然后追赶，然后他就带着这个在这个上师就去逃亡，然后他就最初他就直接就拔着刀就跑过去，但是对方就像枪林弹雨的就这样扫射过来，但是之后那个上师他就知道他不会，他就可以刀枪不入，然后他就说他念着这个文殊礼赞文，他就在跟对方打仗，然后我就在念诵这个金刚持，这样一一的砍他们的，然后我就在念诵文殊真实明经的时候，来杀死这些军人，杀死敌人，但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杀害。但是如果真实的你这个杀生变成了一个习惯，慢慢的纯熟以后，那么你之后也可能就会杀人了。因为比方说我们的性格慢慢的习惯成熟的话，像我们现在让自己的自心他们想什么就想什么，天马行空的让他到处乱走，如果有一天有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可怕，像自己都无法自主，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变成这么可怕，那么就是非常危险的事了。所以说呢，大家应该好好的去思维。像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那些动物，他们只是不能讲话。如果他们能讲话的话，那就完蛋了，我们人类真的完蛋了。如果他们能讲话的话，可能会起诉我们，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被带到法院，然后会被法官，比方说有个法官，他看到杀鱼的这个一个情景，然后他看到这个鱼在张嘴，好像是就鱼在跟自己讲话一样，然后他就心中就升起非常奇怪的一个想法，他就把这个钓鱼的人送到这个
起诉他，然后送到法院，然后最终他输掉了这次官司，然后我就在想，如果这个动物它们能讲话的话，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说你非常好吃，所以我才把你吃了呢。这样的话，那别人动物就会说你也可能很好吃，那我要吃你的话，那这个官司又要怎么办呢？那要怎么做呢？我们没有一个理由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吃动物，为什么要杀动物。因此，要这样的去思维。然后呢，在我还想起来的时候，我就现在就要讲了。在之后噶举大祈愿法会的时候，在12月18号的时候，这个噶举辩经大法会就会结束。然后19号是休息，也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20号、21号。在20号有一个行程，然后在21号就开始这个祈愿法会的，就会召开。在祈愿法会期间，各个寺院的堪布和阿哲离以及所有的学生都没有特别的这个事情要做，因此呢，在这段期间。我们所讲的这个共同的社类学的这个书，大家一定应该去研究一下，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错误还要需要添加什么样的文字，或者是在至中的程序方面和破除他见的这个方面，该做什么改变，该加什么样的这个词句，然后这些堪布。在祈愿法会期间，在从早到晚，就算不能参加这个祈愿法会，这些堪布们最初就在这个祈愿法会负责人那里请假，然后就去研究或讨论这本书，去讨论这本社类学的书，以及这些从现在大家就开始去看，在辩经的时候。看出如果看到什么问题，看到什么错误，一些智慧好的人就自己在上面做个标记，然后慢慢的去思考，然后看需要做什么改动，然后之后在祈愿法会7天里面，这个1个礼拜里面，大家如果能将这本书弄好的话，那该多好！因为大家可能在想，这个社类学的这个书本是很多人聚集在一起汇编的，就把它觉得不是那么珍贵，因为我们所讲的所谓的依法不依人，也就是说，就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不是因为我们主要是要相信这个它里面所讲的内容，看它能不能有没有利益去思维，这一点才是更重要的。像现在在这个我们在虽然上面是用这个辩经汇编协会来汇编的这本书，并非是新著的，因为在里面的这个法相的这个内容都是从自宗的这个见解之中汇集在一起，而并非是从新开始是著作的。比方说像佛陀的结集，这些不是说这个因为也是佛陀的结集，所以也是佛陀的教法，因此也同这个结集一样。现在我们的这个汇编虽然可以把我的名字放上去，但是如果之后若要做改动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因为我要觉得这上面有错误，若要改动的话，那我不敢讲了，因为是法王做的，所以心里就会不舒服。比方说，如果说是一个秘诀多界的这个著作，如果我们说要改动它，那就很麻烦了，那根本就不可能的。因此呢，如果把我的名字，因为我有伽玛巴的名号，所以如果把我的名放在这上面的话，如果有人也不敢就说这里不行，这里有错误，然后要改动的话，谁也不敢这样讲。因此，我就在这上面也特别的去监制，当负责人，再把这个写成是噶举辩经汇编协会，然后之后我们还会在这个
希望可以之后还可以推出上册、中册和下册，希望可以慢慢的变成非常殊胜的这个本派的这个书籍。因此，在之前再放上这个祈请文以及序言这些，以及之后就算是可以要放我的名字也就可以了。因此呢，所以说在这之前，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研究，要懂得这之后这个的它的利益和用处。因此，在祈愿法会期间，我们汇编的这个书籍，我们在心里一定要想着未来可以利益到佛教，可以利益到噶举的教法。你们也要想着这是为利益这个佛教而奉献出自己的智慧，而为佛教尽自己的一份力，而去以这种心态去研究看看这本书该做什么样的改动，我觉得非常的好。因此呢，还有一个就是那边纠察士好像叫我过来一样，在那边站着。我现在还不能过去哦。因为在时间也叫我该走了，这个纠察师也说该走了，但是我现在在我能想起的时候，我一定要讲。还有一个就是在今年，我们有讲这个社类学和这个是量理学的这个一些很多辩经修学研讨。因此之后在明年，我们计划是在3年之中去辩论这个社内学以及量理学的这个，因为像今年去辩论社论学的这个小师傅的这个社类学，然后之后是中师傅，然后是上师傅，这样去我们有这样一个计划。但是如果明年高年级和低年级都去辩论这个社类学的话，觉得有点奇怪。然后明年的话，在低年级的同学就会有社类学的这个辩经，他们就低年级就继续去辩论这个今年的这个课程。然后这些高年级中观的这个班级和这个俱舍的班级以及戒律的班级，他们就去看其他的这个经文，然后去看这个五部大论，去辩论这个五部大论。如果说是像可以在这明年高年级同学如果能去辩经这个五部大论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所讲的这个量理学和这个中观，我觉得如果能在中观上去做辩经的话，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在中观，像前几天我所讲的乔巴奇奇森给，它有一个简要的这个中观，比方说中观应成派以及中观秩序派。因为有的人承许中观秩序派的见解，有的人承许中观应成派的见解，就这样去辩论辩经。在辩经的时候，最初要以自己的自宗的这个见解为首要，为自己承许的这个观点。然后之后你在讨论和研究的时候，你在讨论的时候，如果能将这个在辩经时候的这个观点在讨论的时候一样的话，我觉得非常好。因此呢，你在讨论的时候，也并非是在自宗的观点，而且还要讨论出我们其他的这个教派，像藏传佛教的其他宗派的这些观点和见解，看能不能将他们都落实到一个最终的观点上、最终的见解上的话，我觉得可能会非常的殊胜。这只是我的一个建议。所以说呢，你们以后像我平常都，因为这是总的来说是佛教的这个一个事业，因此众生彼此和睦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呢，在你们之中，一些这个学员这些学生，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我已经讲了我的建议。然后你们有什么建议的话，你们觉得这样会非常好的话，有这样的很好的建议的话，要该怎么说呢？也就是说，
你们各个这个佛学院的堪布，你们就这些建议就告诉你们佛学院的堪布，然后堪布再转达给我，我们再慢慢的去讨论，然后最终去做决定。因此，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事，并不要说总是从上面像降旨一样的，意思，以一种我们平时僧众之间和合的方式，都可以提出建议的方式，如果能做这样的佛教的话，我觉得非常好。